有没有把它延伸到那个内容进来的？有没有？有。把它延伸到我们要著作的内容进来，就是三宝。它三宝我们要持而保持，就是要受持，要用，然后要保有它。那么一耶持，这个持就是第一宝。然后二耶减就是第二宝。那么三耶不敢为天下先，这个就是第三宝。那我们只要说这个天下的道很大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大融入到三宝之中，持简不敢为天下先，那大概我们就可以保有这么大的道，这么大的道，我们就可以保有保有持，保有简，保有不敢为天下先。那